台南大碗吧因食夏天推出超级年终庆，唔拿百货好色保健器材等商品满5000块送500之外，夏天用的冷气、冰箱等大型家电也加入促销行列。特别呢，我们在这一次推出了大家电满1万送1100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天气越来越炎热啊，那我们在换购这个电器商品有一定的需求，而且搭配政府的这一次的一个补助的部分。哦，那我想在这次购买大家电是非常划算的。百货业者建议会当赚到这波优惠，挑选有效率分期的标章，政府补助上悬到2000块，再加上促销优惠、环保高薪钱。另外，伫销售的部分也准备好啊。抗炎热的一个商品的部分的话，我们从内到外都准备好了啊，包含了一个曼黛玛莲的独家的特卖会。另外呢，我们这次也引进了市场目前最夯的一个品牌叫 One Boy 啊，强调穿与不穿更凉。暑假也将要来到，业者也推出一系列活动来抢占夏日商机，也过促销优惠只到4月6号，消费者爱把握着机会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